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中华的生活美学馆火金菇电影院来到台中太平国小来放映，更加邀请到讲故事的专家陆爸爸为电影来导读，老师甲学生拢有真大启发。由国立中华生活美学馆甲文化部共同举办的火金菇电影院，这日天来到太平国小办，和囡仔熟悉台湾优质的国片。透过电影呢，来不管是陪伴孩子成长，而且透过电影呢，可以滋长孩子的心灵的世界。借着陆爸爸讲故事的方式，为电影进行一场精彩导读活动，那好让深深的入迷拜年的火金菇电影院招聘台中中华分林南投总共办12场，希望讲将台湾优质的国片透过电影放映的方式，那提升看电影的人口，嘛更加了解台湾国片的发展。呈现了很多他们在台湾工作的辛酸，然后很多可能不合理的待遇，好像原来他们故乡的一些故事，这些东西希望台湾的孩子在欣赏完电影之后，更懂得感同身受。礼拜日太平国小放菠萝蜜这个影片，透过几位伫社会第一站找找自身生命价值甲出口的角色，用优质的国片滋润观众的心灵。